伫咧嘉义有一个60多岁生出来受水教练，初一暗头伊渡水死伫咧嘉义市国民运动中心的受水池内面。家属就指控讲，这教练呢沉落去水底，到防发现这14分钟拢无救生员来巡，这急救的行为也做甲清清彩彩。业者是解说讲，当天游客较济，真歹随来发现到伊渡水。目前这件案件也进入调查咯。 法医检警等人进入解剖室查明死因。一个60多岁姓蔡游泳教练，初尾仔去嘉义市国民运动中心游泳，却伫6点外，互其他游泳人发现面向会浮伫水面。他旁边还有位大哥先发现，他说这也怪怪的，我们就赶快过去看，哥一起先爬上去。 两个游泳人紧加救起来做 CPR， 救生员嘛紧过来斗相共，找人叫救护车，不过已经救袂倒来。家属查看游泳池监视器画面了后，发现本来伫做韵律喘气姓蔡教练6点18分出现过氧了后，拍向前倒沉落水，一直到32分才互其他游泳人发现，无量到会当及时抢救，关键14分虽然无救生员出现。应该是有2位救生员，但摄影镜头只有给我们看到1位，坐在监视器荧幕前。 在休息室的前面滑手机，他从20分滑到32分，人家叫他。游泳池边有 AED 急救设施，不过家属讲救生员一直甲救护人员40分到的时阵才用，早就袂去啊。这个救生员无掌握游泳池的状况，而且延误救护，并认为运动中心委外的业者有管理疏失。业者是解说暗时游泳的人较济，救生员较歹及时发现，会配合检方调查。 游泳课很多，即使他这样学，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发现做 CPR 急救，然后拿 AED， 但是 AED 就是贴那个电流下去 ，AED 是不建议做急救。刚好那个救护队就来了。水性好而且无病史的爸爸耍意外互水毒死，家属真悲伤。目前专案由检方查清楚确实的死亡原因，也甲是毋是有人为疏失。嘉义市政府嘛执行业者办理保险理赔，并会查清楚各项疑点，看谁爱负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